全媒體，全灣區都睇。大家好，我係梁海寧。大家好，我係薛穎文。歡迎收睇由粵港澳大灣區主流媒體聯合製作嘅節目《灣區全媒體》。嗱，我哋嘅節目咧，經常同大家分享不同嘅人物故事，喺佢哋嘅身上係體會到唔同嘅精神。今集廣為人知，會同大家介紹一位帶領村民解決就業問題嘅村幹部。咁至於對未來有無窮想像嘅朋友，就唔好錯過灣區新里程啦！我哋會去蘇州嘅未來科幻館嗰度睇下。不過而家先一齊出發去到南北快閃，睇下今集又會去到邊幾個城市啊！貴陽貴安櫻花園引入咗一架智能警車，叫做智警小安。佢唔單止可以自主巡邏、靈活躲避障礙，仲可以宣傳交通安全知識，透過語音提示提醒遊客遵守交通法規。智警小安有靈敏嘅感知系統，能夠根據實際情況改變巡邏路線。一旦有突發事故，可以迅速調整巡邏地點。智警小安仲配有無人機，智警小安車頂平台係無人機嘅升降台，同時可以全天候為無人機提供電力補充。無人機同埋智警小安可以喺空中、地面同步巡邏，建立高效嘅立體巡邏系統。屬於國家一級博物館嘅偽滿皇宮博物院係旅客嘅觀光熱點，透過保護歷史文化資源，轉換展出形式，提升服務品質。博物院致力為旅客帶嚟更豐富嘅參觀體驗，例如呢款新推出嘅人工智能講解機，可以同遊客問答交流。走入園區可以見到同德殿，呢度原本係溥儀辦公起居嘅地方。園區經過多輪嘅保護同埋修繕，大程度還原咗舊貌，將歷史痕跡清晰咁展現喺遊客眼前。另外，博物院不斷推陳出新，舉辦咗多個書畫、青銅器等展覽，滿足遊客多樣化嘅觀賞展覽需求。喺福州外語外貿學院濱海校區，國際商學院嘅學生同嚟自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等15個國家嘅留學生舉辦咗一場國際愛心市集活動。佢哋利用所學嘅國際經濟同貿易技能，售賣各個國家嘅特色商品，包括手工編織掛毯、非物質文化遺產手工藝品、美食等等。各地文化都喺市集展出同交流，而所有收益會捐俾福州市紅十字會。同學都好高興可以將課堂所學轉化為服務社會嘅公益活動。寶紅茶作為昆明市宜良縣獨具特色嘅茶葉資源，素有雲南龍井嘅美譽。佢嘅歷史可以追溯至唐代，作為雲南唯一特有小葉種茶，有屋內炒茶院外香嘅聲名，享譽全國。2016年，寶紅茶製作技藝更被列入雲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日前，宜良縣舉行寶紅茶系列活動，希望建立包括有茶園觀光、文化體驗同休閒度假嘅新旅遊服務，並吸引旅客去到寶紅茶山親自採茶、製茶及品茶，做一日茶農之餘，更可以感受千年茶香嘅文化。佛山一間醫療機構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共同研發智能康復機械人。機械人配備多種行走運動模式，可以幫助唔同嘅病患者進行康復訓練。而機械人更設置咗多種智能感測器，可以喺訓練嘅同時評估患者嘅姿態，並提供適時嘅回饋。唔少患者認為有智能康復機械人嘅輔助，更加有意願做一啲高難度嘅康復運動。而呢個機械人計劃首階段會投放於佛山西安當中嘅7間醫療機構中使用。而家嘅父母都會帶啲仔女去上唔同嘅興趣班，好似係體育啊同藝術啊咁樣，咁個個咧都學到幾下散手㗎。係㗎，嗱，彈鋼琴啊、跳芭蕾舞、寫書法，你講得出，啲小朋友都可能有得學喎。咁其實而家喺廣州咧，好多中小學都開設咗藝術社團，又會舉行藝術節，豐富同學嘅藝術生活啦。聽上嚟咧都好吸引啊！馬上去睇下佢哋嘅學習情況啊！走入廣東廣亞中學嘅合唱室，合唱團嘅同學喺老師嘅指導下，分聲部排練經典曲目《關雎》。廣亞韻聲合唱團喺2003年成立，多年嚟獲得多個國內外大獎，而家已經成為咗廣州市學校藝術教育嘅著名項目。
校方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平台，比如说学校的艺术节，我们是有参加表演的，然后还有一些教師節的活動啊。其實這種活動它帶來的意義呢，是讓更多的人去了解藝術，讓整個社會更有美育之風。而學校亦向全體學生開設歌唱同埋歌曲創作選修課。各個年級喜歡歌唱的孩子，然後我們沒有特別的去選拔某一個孩子，哪怕他們是零基礎，他們不會看五線譜，不會看簡譜，我們都會願意把他們收進來，然後呢，讓他們感受這種合唱的氛圍。廣州市第4中學民眾樂團係廣州市首批中小學高水準嘅學生美育團隊之一。佢哋每星期會進行3次固定演練，將藝術訓練、品德塑造、學科學習同身心健康緊密結合，培養咗一大批優秀學生。我剛開始進來的時候，其實個人的演奏我是不太敢演的。到現在我們樂團有個人秀的環節，我現在的水平參加區的比賽能拿數1數2的。他們的發展的話呢，第一，他是以學業為主，樂器作為他們的第二興趣。對專業非常熱愛的話呢，他也可以進入專業的音樂學院，像星海啊，像華南師大呀，還有中大，我們都是常年穩定的輸送生源。近年嚟，廣州圍繞交響樂、民樂及合唱等重點項目而建立嘅高水準學生美育團隊超過200個，而學校於校內亦設立各類藝術社團，例如有集體舞同粵劇等活動，俾每個學生在校期間參加各類美育實踐活動，培養1至2項藝術專長同愛好。喺南沙區金江村有一位村幹部，亦即係村裏邊嘅領導官員，佢帶領村民發展現代農業，將金江村發展成為休閒旅遊嘅美麗鄉村。聽起上嚟咧，一啲都唔容易喎。而家一齊去睇下佢係點樣做到啊！當許曉麗一開始擔任南沙金江村嘅村幹部，佢就選擇以集中運用土地嘅形式，為金江村引進省級龍頭企業。當初唔少村民唔理解，亦都唔願意拎自己屋企嘅土地出嚟發展。不過經過許曉麗親自遊說，去到村民身邊做解釋，村民嘅觀念先慢慢改變。咁我哋通過實地一啲走訪入戶，咁啊同佢哋推廣乜嘢叫做現代嘅一個農業，現代農業係做乜嘢嘅？咁最終咧，現代農業可以帶俾我哋什麼樣嘅發展？咁誒就通過同佢哋解釋同埋宣傳一啲政策之後咧，都得到佢哋嘅理解同埋支持。喺許曉麗嘅帶領底下，金江村完成咗標準化農業示範基地建設，帶動村民每年增加120幾萬元嘅收入，為過百名村民解決就業問題。我哋以前出去做嘢都去好遠路嘅，去順德嗰邊，但係依家喺屋企附近1公里到就有咁嘅就業，我哋真係好滿足。好多謝村嘅幹部嘅帶領之下，係俾咁好我哋嘅環境工作。許曉麗話：要繼續發掘金江村嘅潛力，將金江村建設成為集現代農業、休閒旅遊、文化體驗於一身嘅美麗鄉村。我哋仲有係舊年咧就落地咗一個養殖業嘅，咁我哋依家相當於有雙引擎嘅一個帶動，咁去到2025年呢，我相信有呢2個項目作為一個基礎之後呢，我哋呢就會更加去重視村入啲人居環境嘅提升，將我哋一啲大生產業呢做起嚟。灣區新里程第一站，我哋去到蘇州嗰度新開咗一間未來科幻館。淨係睇科幻館嘅建築物外觀造型咧，就已經好有未來感啦。冇錯啊！嗱，其實呢一個咧結合咗城市文化啦、科學教育等呢啲綜合文化嘅地標，相信好快就會成為熱門旅遊景點。係啊，有去體驗過嘅小朋友咧，竟然話仲想去多100次添啊！唔通真係咁好玩？唔講咁多啦，即刻去睇下有幾吸引啦！這裡是位於相城區青龍港路南側的高鐵之星未來科幻館，因為整體造型就像一顆來自未來的星系核心而得名。這裡正式對外開放，和隔街相望的高鐵北站一樣，他們都會帶上乘客一起去探索觸手可及的未來。未來科幻館入面建造咗國內首個貫穿三體小說3部曲嘅三體時空漫遊科幻體驗館，等大家可以體驗星際模擬作戰同埋探索聯紀元等20個項目。
我们就会拿到这样的一个手环，在我们的手环登记处去登记自己的信息。原来在乱纪元开车这么难呢，我们自己制作的小火箭，扫描一下就升空了。经历了三体世界跌宕起伏的故事之后，我们现在又来到了这里啊，这条光子回廊就像是连接了科幻空间和现实空间的这样一座桥梁一样。那现在就把我们带回到了真实的世界里面。除咗三體小說科幻體驗館之外，未來科幻館仲設有新媒體區域、研學空間等，亦匯聚咗多種流行文化主題，融合咗延展實境 XR 嘅虛擬融合、人工智能等先進高科技嘅體驗形式。同時，全國最大嘅科幻主題書店亦可以喺呢一度揾到。這裡是未來之眼空間秀場，你以為只有光和影嗎？向上看。如果还有些意犹未尽，可以来到未来书局，用文字去感受未来世界的魅力。很科幻，然后体验感也很好，开心，非常开心。就是驾驶，还有其他的，就是呢，人工制造的那种电力游戏，我都很喜欢玩，我愿意来100次。全球的知名度的一个国民 IP 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把我们苏州相城的一个地理位置的优势转化成我们的这个科幻文旅的优势。只要是三体迷看过这个小说的话，在这里应该都能找到三体中的原型。不光是来到本地的这些游客能够感受到它的好，也希望我们这个相城和蘇州的老百姓的孩子們能夠在這裡體驗到科技給他們帶來的生活的變化。簪花呢一種古代傳統頭飾，近年好受歡迎，唔少女仔都會着漢服、戴簪花，然後喺古城、古村嗰度影靚相啊！係啊，嗱喺安徽合肥嘅撮街，最近呢就舉辦咗簪花節。咁聽講現場呢仲展出咗唔少新嘅簪花頭飾，一齊睇下有幾靚啊！簪花係中國古代傳統頭飾嘅一種，將鮮花或者係其他材料製作嘅花朵戴喺頭上面。亦叫做戴花、簪戴、插花，古代男女老少都可以戴簪花。戴簪花習俗至今已經有過千年嘅歷史，承載住人們對美好生活嘅向往。今屆簪花節以簪花家為主題，聚焦喺簪花場景、服飾同文化傳播。同時亦推出咗三生三世簪花、前世今生簪花、布朗族簪花、藏族簪花、情侶簪花等12款簪花新品，滿足唔同遊客對簪花嘅需求。遊客喺活動之中頭戴簪花、身披漢服，置身其中，別有一番韻味。體驗感真的非常好，因為搓街的簪花鋪一共有1300多套服裝可以選擇，就它不僅有各個朝代的衣服，還有各種非遺的民族的服飾。然後今年呢，我來到這個搓街，發現搓街真的是非常的古色古香，它也非常適合我們簪花的一個拍照的氛圍。覺得這個花的顏色也特別好看，跟我的衣服特別的適配。他們都是每一套服裝搭配的有不同的髮飾、不同顏色的簪花，就我覺得穿起來特別有國潮的氛圍。活動當日仲提供服飾、裝造簪花同跟拍嘅服務，每日接待過千名體驗簪花嘅遊客。此外，亦精心準備咗20道傳統文化大餐。其他活動就包括有滑旱船、秧歌巡遊、打鐵花飛圍表演同山海經燈展，令晚上嘅撮街生機勃勃。簪花節啟動後我們會每個月都有舉辦一些重點的一些這個促消費的一些活動啊，比如說我們一些汽車新能源汽車展，還有我們一些這個叫美食展，歡迎大家來肥東，體驗我們肥東的民俗，我們的美食。想了解大灣區嘅發展，又想掌握國家嘅動向，就要留意住我哋嘅節目啦！馬上帶大家去到下一個城市，發掘有趣嘅資訊啦！澳廣視迎來啟播41週年。當日，澳廣視分別舉行澳視澳門電視頻道落地中國內地全景、澳門麥考衛星電視頻道落地葡語國家嘅儀式，標誌住澳廣視喺澳門、內地
以至國際媒體領域發展，開創咗新嘅里程碑。41年嚟，澳廣視始終肩負服務澳門嘅媒體重任，透過新聞報導記錄社會發展，並以多元化節目打造展現文化、盛事、人才以及城市特色嘅舞台，為活力澳門、文化澳門、幸福澳門、法治澳門打開向世界展示嘅窗口，連通世界。為咗同市民共享週年喜慶，澳廣視早前為澳廣視啟播41週年綜藝晚會進行錄影，並特別喺晚會前舉行主持見面會，讓觀眾同節目主持人近距離互動交流。綜藝晚會內容豐富多元，包括澳門好聲音歌手以及澳廣視至愛新聽力唱作人演繹經典作品，灣區粵曲大賽冠軍得主演出，型格活力嘅少兒舞團帶嚟兒童街舞，澳廣視全新處境劇《崔記茶餐廳》嘅台慶特別版，以及澳廣視新聞主播同節目主持嘅訪問分享。同時為迎接第15屆全國運動會與2026年國際足總世界盃，更特別安排全運會歌曲演唱及台慶12碼遊戲環節，讓觀眾率先感受體育盛事嘅熱血氛圍。當日嘅晚會共得到大約200名市民入場觀賞。澳廣視再次藉週年時刻，與市民締造美好回憶，多角度展現澳廣視源源不斷打造豐盛嘅演藝節目。憑借41年積累嘅經驗同創新思維，澳廣視將會繼續秉持初心，穩步向前，為市民提供優質嘅新聞與節目內容，為澳門發掘更多優秀嘅演藝及製作人才，推動澳門與更廣泛地區嘅資訊交流與連結，進一步向世界展現澳門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取得嘅重大成果。中意睇電影嘅朋友，我哋又有好介紹啦！喺珠海斗門舊街咧，有一間由民間電影愛好者自資建立嘅電影海報展示館。咁裏邊擺滿咗舊電影嘅海報、劇本同埋道具啊！呢個展示館嘅收藏品啊，全部都係出自一個電影發燒友。我哋一齊去了解下呢一位發燒友點樣同電影結下不解之緣啦！始建於明代嘅斗門舊街，經過歷時1年嘅改造工程之後，74棟中西合璧嘅歷史建築，經過翻新之後重現大家眼前。喺呢度，一間電影海報展示館特別搶眼。走入展示館，泛黃嘅大眾電影雜誌掛滿牆上，上世紀國產電影拍攝時用到嘅劇本堆滿櫃桶。而今年60歲嘅展示館館長劉超正喺度整理電影海報同埋兒時收藏嘅電影收藏品，回憶當時嘅點點滴滴。我家挨着我們老家的一個叫電影管理站，現在叫電影公司啊，我就經常呢去那兒，去看這個海報，就是看起來就是越看越喜歡。後來我就慢慢就開始收藏這個電影海報。經過近50年嘅收藏，令劉超擁有數萬張電影海報，而展示館展出嘅700幾張海報，只係佢收藏嘅一小部分。透過每一張海報，可以見證咗中國電影嘅100年變遷。因為對收藏電影海報劇本情有獨鍾，所以劉超亦都對電影製作產生咗濃厚嘅興趣。佢先後為電影《愛的子語》、《學骨笛》、可可托海的女兒同埋愛伶仃島之戀擔任編劇、導演，而創作嘅電影作品都廣受關注。我從15年開始呢，就是寫電影，也拍電影。在東北呢拍了幾部，珠海呢我就是19年，我在愛伶仃島，我就寫了一個創業愛情故事，就叫《愛伶仃島之戀》。現在也都後期製作完了。呢間民間電影海報展示館自2022年開放以嚟，已經接待過超過3萬人次嘅遊客。劉超希望利用電影海報令光影記憶活化，更加期待每位漫步斗門舊街嘅遊客都可以認識館內嘅電影故事。為了這個情懷呢，也值得。另外，我覺得做這件事也值得。因為讓很多人能看到我們當年的一些這些老電影，它能承載很多像我們60後、50後、70初期的人的一個美好記憶。
Ivana 嗱，中國咧有好多古建築都好有特色。如果要你向外國朋友介紹，你會介紹邊一個呢？我諗我會介紹長城啊，因為咧佢係建於春秋戰國時期，好有歷史價值，係世界遺產之一。咁呢一個工程咧，仲凝聚咗我哋祖先嘅血汗同埋智慧添。嗱，為咗令香港學生學習欣賞中國古建築，咁早前香港就舉辦咗一個名為《築夢遊歷穿越古今中國古建築積木拼砌比賽》啦。香港嘅小學生可以透過呢一次砌積木比賽，去認識中國古建築嘅歷史同埋意義。聽落去都幾好玩喎！而家我哋一齊去了解下啦。呢一次嘅活動咧係以中國傳統建築作為主題，再融合咗咧現代拼砌嘅技藝。學生喺嗰個動手操作嘅過程裏邊咧，就可以加強對中國傳統建築特色同埋中華文化嘅認識。每一組參賽隊伍咧都需要自行選取一個中國歷史嘅建築，然後咧再用積木咧進行拼砌。完成咗之後咧，仲需要拍照同埋咧以文字加上描述嘅。基地外圍更加放置咗萬里長城作為藍本，展現中國人傳統智慧嘅傳承。我見到白色粒粒嗰啲係咩？正咩？雪嚟嘅，冬天嚟㗎。用凹凸嘅位係有一個屋頂嘅設計。我今日咧就要介紹呢個萬里長城啦，佢就係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我哋嘅目標唔單單係提升學生對中國傳統建築嘅認識同埋欣賞，更重要嘅係希望藉此培養佢哋嘅創意思維。透過參賽者嘅努力同埋創新，我哋希望能讓更多人了解同埋珍惜呢一塊寶貴嘅文化遺產。大會仲邀請咗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先生同埋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博士出席頒獎禮。佢哋唔單止參觀同欣賞同學嘅作品，仲到台上勉勵同學。咁可能大家會問咩叫國家安全呢？國家安全同我哋有咩關係呢？咁其實咧可以俾個好簡淺嘅道理，你哋就明㗎啦。當你哋離開屋企嗰陣呢，媽咪係咪會同你哋講閂好窗、閂好門喎？咁啊點解要你咁做呢？如果你唔閂好道門、唔閂好個窗呢，可能有賊入咗屋㗎喎。咁所以咧喺屋企，我哋都要保護屋企嘅安全。咁我哋個國家咧，我哋一樣要保護佢安全。咁我哋如果要保護我哋個國家咧，我哋首先第一點咧，一定要認識國家先。咁所以咧，今日呢個活動咧好有意義，就係大家會發現咧，好多建築物咧，其實都係我哋國家幾千年嘅歷史咧積累落嚟嘅，好有代表性。我哋今天只係砌積木都咁艱難，要將佢變做一個真係可以舉行典禮或者係保護我哋嘅疆土嘅一個咁重要嘅建築物，其實係集咗好多古人嘅智慧。今天呢，我哋呢好多好犀利嘅嘢。點解會咁犀利呢？因為我哋係非常團結，而且呢，我哋呢個文明呢係幾千年冇停過。點解可以冇停呢？因為我哋安全，我哋每一代人呢都係去守護我哋自己嘅家園，守護我哋自己嘅國家。跟住落嚟呢，我哋會當日出席嘅同學仲可以即場投選最受歡迎設計獎。結果呢個獎項分別係由德信學校、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同埋嘉諾撒小學新蒲崗奪得。而三甲嘅得獎學校分別係季軍嘅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亞軍嘅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同埋冠軍嘅德信學校。今次我哋攞到呢兩個獎呢，我哋都好開心，因為我哋同心協力，付出咗好大嘅努力。我哋今次做嘅作品係天壇，天壇係著名嘅中國古建築。唔好睇小呢個咁細嘅牌匾啊！我哋足足用咗2日嘅時間，改良咗6次啊！雖然我哋睇唔到呢個模型嘅內部結構，但係點解我哋都要咁細心砌入邊啲嘢呢？因為柱係祈年殿嘅特點嚟嘅。參加呢個比賽令我哋更加了解到中國嘅歷史文化。我哋仲學識咗分工合作，每個同學發揮自己嘅長處。
鳥瞰神州精彩在線，今集我哋帶大家去到雲南曲靖市，嗰度建造咗多個以花海為主題嘅景區，又透過舉辦花海馬拉松、花海音樂節等嘅活動，為遊客提供豐富嘅賞花體驗。而喺尖益區馬洪山，漫山遍野嘅紅黃粉色杜鵑花盛放，遊客咧喺行山嘅途中就好似置身於花海一樣啊！節目嘅最後，跟住鏡頭一齊去感受一下啦。今集嘅灣區全媒體時間夠，下集再見啦，拜拜。